大家好，我係脫安生醫生，係一個家庭醫生。貧血咧係指紅血球嘅數量或者血紅素嘅濃度咧低於正常嘅水平。一般嚟講咧，女性嘅標準咧就係12度到啦。如果低過呢個數咧，就表示可能有貧血啦。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咧，全球大約有1/3嘅人口咧患上貧血，而貧血喺香港其實好普遍。有文獻資料就曾經提過，本港女性較男性普遍有貧血問題，估計每4至5個女性當中咧就有1位係貧血嘅患者。貧血大致可以分為以下6個類別，包括缺鐵性貧血、惡性貧血、地中海貧血、溶血性貧血、再生障礙性貧血同失血性貧血。佢哋各自有唔同嘅病因，當中最常見嘅係缺鐵性貧血。引起缺鐵性貧血嘅原因有好多，除咗鐵質攝取唔夠、飲食唔均勻、素食嘅習慣、營養吸收唔好之外，亦有機會同女性月經量過多或者患有出血性疾病嘅問題有關。鐵質係身體製造血紅蛋白必須嘅元素，負責運送氧氣到身體嘅各個部位，所以體內嘅鐵質唔夠，即係等於生產紅血球嘅原料不足。咁唔夠原料去生產嘅時候，紅血球嘅數量就有可能會減少，於是冇辦法正常帶氧同輸送氧氣到身體嘅其他器官。缺鐵早期症狀可能係非常輕微，有時可能連患者自己都唔為意，但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可能造成缺鐵性貧血。常見嘅症狀包括面青青、個人好易攰、睇落去冇咩精神感、集中力下降、影響工作效率、免疫力可能會減弱，好似成日病，同埋當身體出現供氧不足嘅情況咧，個人就會變得好易氣喘。唔好睇輕鐵質不足嘅嚴重性。如果懷疑自己可能缺鐵，建議可以先諮詢家庭醫生嘅意見，同埋做抽血檢測體內鐵嘅水平，好似透過血團象化驗就可以知道血液入邊紅血球嘅數目、大細等，初步了解患者嘅情況。如果只係單純缺鐵嘅話，通常就會建議患者可以喺日常飲食入手同服用鐵質補充劑，提升返體內鐵質嘅水平。不過，如果懷疑缺鐵嘅原因可能係由疾病引起，就會轉介患者到相應嘅專科，尋求進一步嘅協助，好似消化道出現問題，或者痔瘡、患有子宮肌瘤、子宮纖維瘤等，都有可能造成缺鐵性貧血。所以揾出真正嘅原因，先能夠有效咁對症下藥。呢度咧都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個缺鐵性貧血嘅治療嘅案例。咁咧患者咧係一個年約40幾歲嘅女性啦，任職咧就文員，平日咧就比較少做體力嘅勞動，亦都係唔使出去做啲戶外嘅工作。因為咧發現最近2次經期咧嘅血量咧突然咧比以往咧多咗，同埋咧持續見頭暈啊、面色好蒼白，咁啊容易攰啊咁症狀，返工做嘢咧就好難集中，對日常嘅生活咧開始有影響，於是咧就嚟睇醫生啦。首先咧我就安排咗佢接受呢個初步嘅身體檢查，然後咧就再抽血，結果咧發現咧佢嘅血紅指數咧只有9.1度，紅血球咧亦比較細，顯示咧佢有缺鐵性貧血嘅問題。針對患者嘅情況咧，我將佢轉介到婦科做進一步嘅評估同埋處理。
最後咧診斷佢嘅病因咧係由子宮纖維瘤引起嘅。不過呢位患者咧已經40幾歲啦，考慮到佢接近更年期嘅收經，佢纖維瘤有縮小嘅可能性，所以咧同醫生討論咗之後咧，決定咧唔做手術，希望從改變飲食習慣入手，同埋服用止血藥幫助減輕流血。仲有就係持續咁食3至6個月嘅鐵質補充劑，希望可以身體補充足夠嘅鐵質，佢嘅貧血症狀咧都慢慢咁改善。喺定期翻嚟覆診嘅時候咧，表示自己嘅精神好咗，睡眠質素都好咗。大家都想保持身體健康，除咗培養良好嘅生活方式之外，定期嘅檢查亦都係重要嘅一環，幫助及早揾出潛在嘅健康危機，盡早接受適當嘅治療。如果單只係因為鐵質攝取不足而引起嘅缺鐵性貧血，建議從日常飲食入手，食多啲鐵質豐富嘅食物，必要時都可以考慮用口服嘅鐵質補充劑，幫身體補充同儲備足夠嘅鐵質，改善貧血嘅症狀。